位天司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哦，已经几家又该人嘅嘅时间咧，我相信大家就当烦恼一件事情，就会根本你生落爱生物界。生落爱做物界，我不靠夫君那个店咩，做得係咩愛送，我已經生呢改嘅，愛用嘅噻。雖然吼，我知道阿 Q 妹我去家，你啊自家做些嘅也一段時間，我算是有一個不錯的技能，就是我會煮飯。啊，唔過按多早、按多、按久嘅時間都也係我已經知道我冇譜誒，我已經沒有招了，該怎麼辦好呢？故事今日節目當中吼，就會遠端連線我們這個天福西廚娘邱韻文來解救大家哦。and 細細個叫來同佢連線哦。Hello， 韻文。Hello， 我是邱韻文。今天很高興來到福氣來了，要跟各位觀眾連線討論怎麼做菜哦。哇塞，太美了吧你！有冇按講嘅一個細阿妹嘅來同大家來分享？而且冇看按用韻文，按用按後上又按講，他其實非常的會煮，之前也出了一本這個電鍋的料理書。平常時我也很常看到你在臉書跟大家分享你做菜的一些心得啊，點點滴滴這些。對，因為我蠻早結婚，所以我是朋友圈裡面第一個開始做菜的，就變成說我很早就開始跟朋友分享，然後朋友不會做菜都會打電話來問我。哇，所以今天這已經蠻聰明了哦。所以現在我就想要來問一下，像對於我們平常有在煮飯的人，就必須要去外面來做採買。那大家就抵我們在看到一些足跡啊，就會發現有很多賣場啊，其實是有一些的會講，會有一點點怕的。所以想問一下韻文，你自己的去採買的防疫的小祕訣是什麼？其實之前就是新聞在播報說，在傳統市場人擠人的時候，那就是在我家附近我騎腳踏車我看到裡面人山人海，我就直接不往那個方向走，好可怕啊！所以我現在的方式呢，是我也不去那種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賣場，我反而是去那些人比較少的超市，或者是超商，他們其實平常就人比較少了，然後我就會在那邊採買，然後也可以跟店員留了電話，跟他說哦，請問有沒有什麼菜，我等一下會過去，可不可以先幫我拿好？那就縮短了你在店裡待的時間哦。所以其實用這種方式也可以減少在店裡的時間，很夠有早點拿到你想愛嘅菜。啊，不過後之前呢，大家都有在推啊蔬菜箱這樣子的一個方式，想問一下韻文，你自己有沒有這樣子的經驗？其實我覺得蔬菜箱比較困擾是你沒有辦法知道它會送來哪些菜。對，它有幾個根莖類、幾個菜或什麼的，那我覺得就少了那種你對料理的掌控感。因為有時候我今天就是想要煮小黃瓜，我今天想要煮什麼，就變成沒有辦法隨心所欲。所以我發現我家附近的小菜攤，你不要真的可能平常步行要30分鐘，像我家附近距離5分鐘的菜攤，然後我就特別跟他留了 line，然後我還跟他說我明天早上可能要給你訂菜，然後我們就約好了時間，當天早上就打電話問問看今天有哪些菜，然後配大概多少錢，他就幫我送過來。那因為現在出去買菜的人也變少了，他也還蠻樂於提供這樣的服務，那不妨就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然後支持你平常就會消費的菜攤，這樣。沒錯，我覺得可能天司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啊，每周得看看啊，去個福卡嘅附近呢有沒有什麼農場啊？因為像我自己，我的社區就是聯合所有的鄰居，然後跟其中一個有機農場去訂購這個菜，然後他每周都會幫我們配送，我們就用 LINE 的方式，就是每周就會去登記說，我需要什麼菜啊，然後也是可以自己挑選，他會把菜單列出來，有一個 menu，然後我們就可以選我們自己想要的菜。然後呢，那位農家他會自己把菜送到我們的管理室，然後還會一包一包全部分好，說這是誰家的，誰家的，誰家的。我知道安永跟馮生妹夢夢因為蔬果箱它畢竟就是會有剛剛韻文講到的問題，嘿講假設你不吃辣，就給你來了辣椒。
对，就会不知道要怎么办。鼓手吼，有动到做得防疫，但是又可以兼顾采买的也有方式，同大家来分享哦。这一段期间啊，请大家听从要爱注意来防疫。鼓手呀，防疫看下来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爱用板正确来洗漱哦。有什么时机是要认真洗手的呢？比如说吃饭以前、用餐前，还有偏手过后。如厕之后，还有擤鼻涕之后，还有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啊，要亲近小朋友或宝宝之前，以及看医生之后，还有出入公共场所后，这些时候呢，听抽要记得老鼠洗枪来。那我们现在又要来面面线线、啰啰嗦嗦的提醒大家啦。洗手到底要怎么洗才干净呢？我们可以邀请韵文、甜甜、Q 哈周，有没有听过内外夹攻大力丸？有哈，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次哦，从内开始，内外夹，就是老鼠夹起来，然后。弓就是这个地方，要记得要搓到包含你的这个关节还有指节的地方。力手要起起来，力就是要把我们的指甲的脏东西把它洗干净。碗以前是会说手碗的碗，但是其实呢，现在就是完成洗手，然后你可以把你的手清洁干燥这样子，就不要说湿湿的，然后又甩来甩去啊，然后又东摸西摸啊，有就中唔得咯。跟大家分享这个洗手跟缝色，像泰嘎听说会后来注意哦。但是呢，像我们今天邀请到小厨娘来到节目当中啊，就会来同泰嘎分享喽厨娘的小秘技，就是当你去外面采买的时候。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个非常有传统味道的购物袋，里面有放了很多小厨娘建议大家要挑选的食物类别。黑不黑周的抢韵文先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我很好奇耶，是干货哎。是，因为其实现在我们不方便那么常出去买菜，例如说我1个礼拜或2个礼拜只出去1次，那最后那几天一定是可能没有叶绿菜啊，然后生鲜蔬菜都已经很缺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靠这些干货类的食材来发挥料理了。首先呢，我们纤维质的部分是大家最注重的，例如说昆布、海带芽、香菇干、木耳、黑木耳、白木耳，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蔬果干。那因为昆布呢，它就是有非常多的钾离子、微矿元素，那也可以变化的料理有非常多。今天你就算只是煮个面，你加一点海带芽，或者是加你就多了这个膳食纤维的部分，是就可以点缀，而且又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确，而且还可以增加这个汤头的味道，对不对？昆布就是用来熬汤，还有柴鱼。这些都是干货类，就可以保存很久，然后你平常料理上有很多运用的食材。对，我觉得其实干豆皮也是一个很好用的食材，因为它可以用来炒东西，不管你炒什么，其实加豆皮进去好像都成立耶。对，然后如果是蛋白质的部分呢，干豆皮、肉干、小鱼干和虾皮，这些也都是可以保存比较久的食材。讲到蔬果干的部分呢，这就是客家人的骄傲啦。我们做的这个萝卜干，然后还有梅干菜，或者是福菜，还有高丽菜跟那个豆干，用长豆做的豆干。都是我们客家人引以为傲的蔬菜。我青蒿生呀，挑管汤，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长豆做的豆干汤，我觉得它的风味跟长豆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哎。变得好香好好吃哦，我可以吃很多。还有最近盛产的金针花。没错，那光是那个豆干汤里面又有膳食纤维，然后也有蛋白质，因为大家知道豆类有这个蛋白质的营养。是，所以干类黑太嘎听错爱准批哦，干货类。那除了干货类以外，还会来同太嘎来分享给黑罐头。我以为罐头是很没有营养的食物哎。
其实现在的罐头都做得很好哦，它也很多营养，而且你可以吃到比较生鲜的食物，就是新鲜的口感。例如说淀粉类，我们小朋友就非常喜欢吃玉米罐头，我也超爱。错，而且现在玉米罐头还有很多种，例如说有白玉米、黄玉米，或者是玉米糊等等的，有很多种。那再来蛋白质的部分呢，可以准备鱼罐头、面筋、雪莲子等等。这些除了就是平常当清粥小菜配之外，也有很多变化哟。比如说流行就是把那个茄汁青鱼罐头拿来直接煮汤面，它就有一个番茄的汤底了。哇，好有创意哦！这个方法我要学起来。对呀，然后另外呢，如果你想要补充纤维质的部分，可以准备番茄罐头或水果罐头。那番茄罐头非常推荐，因为这个牛番茄它有一定的产季，但如果不是产季的话，其实番茄也不是那么便宜。那像意大利人他们很流行就是罐头番茄，那个番茄用来做意大利面啊，或者是西式料理都非常非常的到位。我知道，就是可以做红酱系列的东西，对不对？里面真的是一颗一颗的番茄，你可以摄取到比较多的纤维质。是，所以其实罐头也有很多做的，第啊疫情期间做的去买来不卡准备来做东西用的哦。除了罐头以外，还有主食类的部分也有很多都是干货。对，像是白米和面条是大家基本款一定要准备的。那因为每天在家餐餐都在家吃，很容易吃腻，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可以多准备不同的主食项目，例如说准备冬粉、绿豆粉、米粉、意大利面，或者是全是冬粉，就你可以多准备一些，那这样子你在口感上的变化就可以更丰富咯。对，而且其实早设备吃干的、吃湿的，又会有新的不同的变化。对，而且最近也非常流行，就是你在家里多准备一些面粉，例如说低筋面粉，你可以做松饼、蛋饼皮；然后中筋面粉，你可以做馒头或者是面条、面疙瘩，这样也可以就是存放，然后有很多种变化。真的，我爱去超级市场爱买面粉，我都买不到，全部都被人家扫光光。大家最近应该是厨艺大爆发。古时候今日节目当中，还会来同大家来分享同到有关厨艺煮食类的东西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我是钟意权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用遠端連線，請到這個天福西廚娘邱韻文來同大家來分享當道料理嘅西方法、西優良哦。剛剛有同大家來分享到去買東西嘅時節啦，可以買這個乾貨類，對不對？然後還有罐頭類，還有主食類，一的東西全部就做得不用豆腐卡，在家裡備用。但是除了這些都很重要以外，也還要同大家來分享生鮮蔬果也要注意哦，對不對？因为现在居家防疫，大家出去采买的次数变少，那每次采买回来要如何让它可以放得久、保存得好，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咯。首先呢，肉类和海鲜，现在在网购的部分，它都一包一包分装好了，比较省事。那如果你是去菜市场采买的话，一开始在买就请肉摊帮你分装好你每次料理的分量，然后回家以后把它铺平，并直立式的冰在冷冻柜，那你这样子取用和退冰都会比较方便。那蔬菜的部分呢，像是菇类、红喜菇、金针菇、鲜香菇等等，这些食材你买回来先处理好，切成适当的大小，把根部切除。菇类是不用特别水洗的，因为栽种菇类的环境是非常干净的哦。然后切除根部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剥散，切成你平常料理喜欢用的大小以后，也是用夹链袋把它分装好，然后压成类似真空的状态，也是直立式的放在冷冻库。那另外呢，大家最好奇的蔬菜类，其实很多蔬菜也都可以冷冻保存哦。例如说菠菜、龙须菜等等这种
绿色的叶菜类呢，你可以先准备一锅滚水，加入盐巴和盐，大概烫到7分熟，你就可以把它沥干。沥干以后呢，也是放到夹链袋平铺。那料理的时候很重要是，你不需要事前退冰。你今天如果煮锅烧面或煮火锅，刚刚说到的菇还有这个叶菜，你都可以在料理最后的3分钟放到锅子里，热了就可以吃了，非常方便。哇，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实用哎，因为从头摆 Encore 人就同大家来分享我们要怎么分装啊，我们买回来的青菜可以怎么包啊，在冰箱里面可能可以冰多个3天、5天之类的。啊，不过这个方法是完全解决了，就是跨越这个3、5天，它已经可以放更长更久的时间。没错，像是这个丝瓜、青椒这种不是叶菜类的话，你就可以先处理好丝瓜，去皮切块，然后青椒也是先切好，这样就可以直接冰冷冻，下次用也是不用退冰，可以直接用哦。哇，姑嫂，按用个方法太高有好不会忙，这真的是小技巧哎，真的要学起来。啊，不过吼，出题啊，因为刚刚有讲到吼，这么多东西，我们都要把它冰到冰箱，要放到冷冻库。现在甚至很多人因为居家还买了冷冻柜，但是你知道冷冻柜有直立式的，然后也有那种横躺的，横躺的你就是整个要埋进去里面捞，你知道吗？其实冰箱的整理跟控管也很重要哎。没错，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都在家，然后每天都在想说下一餐要煮什么呢？你情不自禁就会一直把冰箱打开来看看，哎，里面有什么菜，然后看着那些菜想很久。这个时候你冰箱里的温度就已经升高了很多哟，这样反复下来，你的食材的保存期限就会缩短了。所以我有个好撇步，例如说你在超市或者是你网购蔬菜、水果或者肉品的时候，它会提供一张明细。那这张明细呢，你除了丢到垃圾桶之外，你可以把它剪成适当的大小，像我就会把它用磁铁吸在冰箱上，蔬菜就吸在蔬菜的门上，肉类就吸在这个冷冻柜的门上。那每次用完哪一个食材，你就用笔把它划掉，这样你可以很清楚，不用打开冰箱就可以知道说有哪些食材，还剩下哪些食材咯。对，因为其实懂影就会犯这样错误，就是你买了东西，结果你不知道你冰箱里面有这些东西。因为琼牙肉骨，我老公就是这样子，我跟他去超市买菜，他跟我说我还要买那个3层肉，我说你知道家里冷冻库已经有2条了吗？他完全忘记这一件事情。啊，不过吼，今日节目当中，我们单枪同大家来分享要的 C 优良，当然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来煮东西、煮料理啦。但是我现在先预热一下我们的电锅，要先预热，我们待会才可以蒸这个料理。那今天韵文会同大家来分享的料理，我自己也很喜欢，所以我很期待。韵文，你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料理呢？今天要分享的料理是泰式柠檬鱼，因为现在天气啊越来越热了，有时候很容易没胃口，尤其是家庭主妇，每天要待在厨房那么长时间，真的是热到煮好都没有力气。对，所以我今天准备这道料理，你的备料，例如说你要切菜、切蒜头、挤柠檬汁，你都可以在客厅的冷气房做。然后呢，准备好了，你就把它放到电锅，让电锅完成那个炎热比较辛苦的工作，拿出来就可以享用了。实在是太贴心了，杭州的地躺下，看点天师，听着舒服的音乐，吹着冷气，可以跟韵文一样又优雅又美丽的备料，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哦。我们准备了这个是鲈鱼，对。那我们用的是鲈鱼片，我们通常在餐厅吃到的是整尾的，可是我们家里啊没有那么大的蒸炉，用电锅其实切片的鲈鱼它比较好熟成，不会外面已经老了，里面还生生的。那如果买不到鲈鱼片，鲷鱼片或者是鳕鱼片，各种白肉鱼都可以用来做这道料理。没错，而且我觉得现在鲷鱼片非常方便，它就是去骨，然后一片就差不多手掌这么大而已，就这样薄薄的都已经真空包装包好了，是小朋友也很方便可以使用。那我们来麻烦这个阿晴妹来帮我们做这个
远端遥控我，可以遥控我了，来开始。我们要将切碎的一半大蒜一半的跟辣椒。那辣椒的部分可以依照大家个人的这个喜欢辣的程度。如果你家里的小朋友不喜欢辣，你也可以最后做好在点缀上面就可以了。好的，那我蛮喜欢吃辣的，姑手我加了不少的辣椒。接下来我们需要1茶匙的砂糖。1茶匙的砂糖，哎呦，茶匙换算克的话，差不多是15公克，差不多吧？哎，那是大匙，茶匙大概5克。5克，那我刚刚应该倒了差不多3克，那再加个2克。好的，2克差不多5克，茶匙5克，然后呢？然后半茶匙的鱼露。半茶匙的鱼露，差不多2.5 ml。对，那我就加个差不多这样子。好。然后还有大概半颗的柠檬汁。半颗的柠檬。大约1大匙吧。好的，好，差不多这样子。对，我现在调的酱料，它味道没那么重，这样子我们等一下蒸好以后还可以试吃再调味。好的，那我先把它搅一搅。对，那首先呢，这个步骤我们刚刚就已经先在电锅的外锅放1杯水，并且预热了。因为海鲜呢，最好是你完全预热去做烹调是比较好的。是。然后呢，我们将这个调好的酱料呢倒在鱼上面。好的，把它倒在鱼上，通常是鱼皮面要朝上嘛，对不对？是。好，那我把它倒上去。好。OK。那等电锅冒出蒸汽以后，我们把这个鱼放到电锅里，蒸大概5到15分钟就可以了。我看一下哦，它有蒸汽了，有了。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瓷盘，所以时间稍微长一点，大约8分钟。但如果你是用这个不锈钢盘的话，它导热比较快，那就只要5分钟。好的，那我现在就把这个鱼把它放进去蒸锅里。对。这个方法也太简单了吧，就是轻轻松松就一道菜，而且柠檬鱼听起来很厉害耶。对呀，而且你等一下做好以后，我们再把香菜、柠檬片装饰在上面，然后你可以试试看味道。那如果有些人说，那怎么知道鱼熟了没呢？对，你用筷子把这个鱼肉剥一个角落剥开来看看，如果它很容易就分开了，就是它已经熟了。哦，不过基本上我们用鱼片，所以其实很快熟，而且电锅就是家里可能没有厨房的人，一定都会有一个电锅。这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韵文之前出的书哦，听听电锅小厨娘怎么教你做料理。那除此之外呢，不用电锅，要它很甜，它就懂好所以的人的东西啊，一些凉拌料理。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凉拌大头菜，对不对？其实这个客家人超常种的，不卡就懂得一条一条给get条抽哎，其实它凉拌超好吃的。对呀。那首先呢，我们先把大头菜去皮。去皮方式你不要用那个削皮刀，因为那个用来削要削很久，你直接用刀子削，然后削到它摸起来没有粗粗的以后呢，接着就把它切成细丝。那一开始如果你是刚开始学做料理的，也不用担心，你不用切到很细，你切片也可以。然后呢，你就加盐巴和糖。如果我们大概用这个一个大馒头大小的大头菜，大概就是加半茶匙的盐巴，然后和1茶匙的砂糖，把它抓腌以后呢，这个就可以放在旁边。因为这个腌制的过程是用那个逆渗透的方式，让它的蔬菜的水分跑出来，这样子等一下在做调味的时候，它就可以更跟调味料结合得更好。那接下来第2个步骤，我们就是把大蒜和香菜把它切末。这个时候你把菜都切好了以后，这大头菜差不多也出水了，你把这个水分倒掉以后，稍微试吃一下味道，如果不够咸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盐。接着呢，加入香油、辣油和一点点醋，还有把这切好的蒜末和香菜加进去，拌匀以后试吃看看味道，
这样子就可以咯。这个也很简单。对，放到冷藏，放冰箱，你可以就是大概等个2个小时，晚餐吃，或者是你隔天中午吃都可以。哇，古松坤哦，按用简简单单，就做的很优雅的，轻轻松松。记得要把自己打扮美美的，居家的时间心情也要很好哦。古松后，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转来我们的柠檬鱼就好喽。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刚刚上一段节目当中吼，我们的这个电锅小厨娘邱韵文就同大家来分享应用版，可以很优雅的、美美的坐在地躺下，吹一点冷气就可以做出这个柠檬鱼，而且呀，它鬼跟样样旁就是充斥着柠檬鱼的香气。韵文，你真的太强了，好香哦！出来也看到这个做法真的超简单的，对不对？对，而且这个做出来看起来就是很漂亮、超华丽，这个放在桌上超有面子的耶。太好了。对，只是呀，它因为防疫期间，所以我带点做 MA 没有办法试吃给大家看，但是我节目之后再带回家自己吃。不过后除了分享这个柠檬鱼之外啊，难得邀请到韵文，当然还是要请他继续跟大家分享很多料理的小诀窍哦。比如说像很多学生啊、上班族啊，他们可能是租在套房里面，那在这样子的小小空间，你可能没有办法拥有一个完整的桌哈，你可能必须要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做料理。那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你不管是住套房，还是你纯粹只是懒惰的话，你都可以使用这个异锅料理哦。我们来请韵文跟大家分享。懒惰啦，因为现在防疫期间小朋友都在家，平常很爱做大菜的妈妈也实在是累到没办法了，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学会做这个一锅到底的懒人料理。没错，用电锅，因为就是有些人家里如果只有电锅的话，那首先呢，我非常推荐做锅烧面。因为锅烧面呢，就是里面的食材你可以随意变换。你今天喜欢任何的火锅饺类，或者是你喜欢加芋头、喜欢加玉米，都可以变化。那我们平常如果做锅烧面要烫面条的时候，你可能另外要用汤锅来烫，那个面条才会好吃。那如果你用电锅做锅烧面的话，就可以用那种台南的意面，已经炸好了，只需要煮一下下就好了。或者是鸡丝面或冬粉，这都非常的方便哦。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你电锅里面是把面放在内锅里面煮吗？我是用内锅，因为我觉得外锅大家可能还是会比较担心，例如说洗不洗得净，或者是会不会漏电这种问题。所以我的方式呢是先在外锅加1杯水，内锅里面放好你要的汤。我通常会用柴鱼高汤，或者是你家里有别的高汤，蔬菜高汤也都可以。然后我先按下去，然后还有里面我忘记讲，还有你要加的火锅料，那种需要煮比较久的食材，都可以先放进去。然后等到电锅跳起来以后，你再加入锅烧面或者是鸡丝面，再焖个2分钟就可以了。对，而且像刚刚讲的，就是现成的这种油炸过的锅烧面或者是鸡丝面，你就死在锅先煮一边，先通一边，就直接把它加进去就可以煮熟了。还有冬粉和米粉也都可以使用。那你这样子的方式，你就可以变换很多种口味。例如说，你今天是做油葱，或者是沙茶，或者是酱油口味，都可以变化。没错，然后接下来啊，除了一锅的锅烧面之外，每周的稳东西哦，就可以炖煮料理，对不对？对，像是例如说你要做一锅料理的时候，炊饭也是非常流行的。像之前很流行的1颗番茄饭，那就是饭里面你直接加了番茄，其实你也可以加任何你喜欢的食材。今天如果你把部分的水用牛奶代替，加一点那个披萨的 cheese。然后加一点玉米罐头、鲔鱼罐头，这样就变成一个白酱的炖饭，西式炖。
那如果是意大利，如果是番茄的话，你就可以加一点普罗旺斯香料，然后就变成这个番茄的炖饭。哇！那除了做这种炊饭料理啊，炊饭料理就是很有名，是日式的，它会加菇类或者是加一些鹿角菜，它是一种海带芽的一种，那这种就可以做是日式的炊饭。那之外，大家很爱吃的水饺，那如果你在夏天在厨房要待个15分钟，要煮那个水饺也是很热，太热了。用这个电锅的好方法，首先呢，我们先在电锅的外锅放1杯水，内锅呢加一点汤，我们可以做这个可以做豆腐味噌汤、洋葱味噌汤，或者是海带芽豆腐汤。那今天这个汤就有了。上面呢，我们放一个蒸盘，蒸盘底下铺蔬菜。那要用的蔬菜不能用绿色的，因为绿色的容易黄。我们用高丽菜、红萝卜或者是菇类铺在盘子上，这样可以防止粘黏。上面呢再放上水饺，这样子蒸15分钟，你就有了蒸饺、蔬菜和汤哦。这个太厉害了！我从来忙着上过有按用个方式，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人就是习惯了。同样一个方式，我就是习惯，水饺会用煮煮啊，我就完全不会想说，或许水饺可以用蒸的耶。对，而且我老公觉得那个水饺用蒸的，它的皮更 Q， 其实口感也很好哦，非常值得一试。有这个我已经很想晚上就迫不及待想要试了，但是除此之外啊，其实就像就连我已经觉得我算很会煮了，但是你知道连我都煮到没招，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看待超级市场一样的食材、一样的酱料，然后脑袋里面一样的口味，你就会卡住，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把它变通，然后包含你拥有的食材，你有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来点变化，但是就是因为你知道脑袋的那个没有办法打开，所以今天就要请韵文来帮我们打开脑洞哦，对不对？那这个是百变食材的1周搭配，请韵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百变食材呢，首先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都非常容易买到，而且它很好保存，就是洋葱、红萝卜还有鸡肉。那这个食材就可以变化出很多。那除了这几个食材，我还喜欢加高丽菜。那高丽菜或者是你想要替换成别的都可以。那首先呢，我们光是这几种食材炖出来就可以做很多变化咯。例如说我们吃的很习惯的这个红烧、三杯、豆豉这种台式的口味，这样就已经有3、4种了。好多。那再来呢，咖喱的部分有日式、印式、印度的咖喱，或者是泰式咖喱。然后你也可以加这个椰奶罐头，这样又有很多种口味了。接下来呢，还有这个韩国的大酱，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可以加辣酱。如果今天可以加泡菜，或者加那种韩国的那个餐肉罐头，这样又可以变出很多种口味了。除此之外，还有大家也很习惯的这个日式的味噌，或者是寿喜烧口味。还有意式的番茄香料，或者是白酱 cheese 的这种，这样是不是一样的食材就可以变化出非常多的风味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不是老做料理啊，看事情想得这么难。其实做料理很轻松很简单。你觉得要花很多钱才可以去吃日式寿喜烧，对不对 ？No， 其实寿喜烧非常简单。我们请韵文跟大家分享一下简单的寿喜烧做法，好不好？好。那寿喜烧通常我们会准备一个柴鱼高汤，那柴鱼高汤就是你把柴鱼放在这个电锅的内锅里，然后冲入热水，然后大概等个5分钟，你再把它沥干出来，就是柴鱼高汤了，有够简单，也不用加热。然后你就加入日式的酱油，那这个一定要用日式酱油，风味会比较对。那架上会有很多种，例如说柴鱼、昆布或香菇酱油，这些都可以，它的味道主要是比较淡。然后另外要加一些味淋，那味淋的部分，如果你真的买不到的话，可以用砂糖跟米酒代替，这样子就可以完成这个寿喜烧的锅底。那基本的食材通常就是会有切细的洋葱，然后还有红萝卜，这些都会增加它的这个汤头的甜度，然后可以加豆腐。如果在防疫期间豆腐比较不好买的话，你可以用豆皮，对，然后
就是大家喜欢的肉类啊，例如说牛肉或者是猪肉或鸡肉都非常合适。对，其实真的很简单，按用糖好了。非常非常的容易，你就可以吃到这个寿喜烧这么高级的料理。不过吼，今天特别邀请到韵文来了，我们观众啊，我们有一些 Q&A 想要来问一下韵文。我们观众的第一个题目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汤或者是料理是可以增加自己的免疫力的呢？对，我很推荐，就是大家都喜欢在家里炖鸡汤。那炖鸡汤也很方便，反正你就放进电锅也不会热。那鸡汤呢，我很推荐要加这个香菇，香菇可以增强多糖体，而且干香菇又可以保存的很久。那除了香菇之外，你可以加人参，人参它也有这种干燥的切片，也非常容易采买。那人参大家知道可以固气管，另外就是红枣。红枣也是补血气的这个好食材，这些东西就炖成一锅香菇鸡汤，或者是人参鸡汤，或者是这个红枣鸡汤，都非常的养颜，就是养颜，然后可以提升免疫力哦。没错，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最后剩短短一点点的时间，还有这个素食料理，用饮色仔给法可以吃什么呢？如果说到素食料理，我必须要推荐这个雪里红。因为雪里红这个方法就是一个很好保存蔬菜的方法。那这个雪里红要怎么做呢？其实我有一次去买萝卜的时候，那个阿嬷就问我说：“你这个叶子要不要剥掉？”我就说：“你这叶子不剥掉，你要做什么？”她说：“可以做雪菜啊。”那原来就是雪菜很方便，你今天用萝卜的叶子，或者是青江菜、小松菜这种，通常吃起来比较有涩味的叶子，它都非常很适合来做雪菜哦。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梗的部分，菜梗的部分切细，加入盐巴，稍微腌制，然后把水沥干以后，试试看会不会太咸，如果不够咸再加盐，这样子就可以冷藏，大概可以放1个礼拜左右。哇，所以不单只是可以保存食物，还够又做的食材又吃到好吃嘞又营养的东西哦。所以今天非常谢谢韵文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珍贵的小方法、小秘诀，谢谢韵文。谢谢大家。谢谢，拜拜。好，鼓手好，唔伫电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也都根本有學到動到東西冇啊？阿權妹藝根本要學到動到哦。希望大家會中意根本嘅節目，先休息一下，停定來進行法律4單元哦。福喜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網站，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哦。